我被诈骗啦！娃娃 TV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没错，我在美国被诈骗了，不过不是那种诈骗集团啦，是被二职的电信公司 AT&T 给诈骗了。他们是全美最大最有名的电信公司，居然诈骗客户，真的是不可原谅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大家听我娓娓道来。今年年初呢，我们去 AT&T 的门市询问有关网络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现在在用的电信公司呢，它要给我们涨价，所以我们就去 AT&T 询问价格跟网速，想说如果还 OK 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换 AT&T。结果到门市后呢，一查才知道我们家这个区域呢，网速最多只有50而已。据说是因为我们这边离他们那个基地台比较远一点，所以最高呢只有50而已。于是呢，我们就询问了店员说，我们家一共有5个人，而且每个人几乎都有2台以上的机台，最高呢可以达到7、8个人同时在使用网络，这样子50会不会太慢？那个店员他考虑了一下说，如果你们没有在玩线上游戏，或者是在做需要使用高网速的事情的话，应该是足够的。不然我们现在有2个礼拜免费试用的方案，你们可以先试试看。如果不喜欢的话呢，在2个礼拜内取消掉就好了。而且如果今天申办的话呢，还可以免安装费。于是我们就讨论了一下，既然不用任何费用，那为什么不试试看呢？于是我们就申请了。我们试用了1个礼拜之后呢，发现真的好像有一点太慢了，而且我妹妹她在网上上课的时候，有时候还会卡卡的，所以我们在2个礼拜内呢就把它取消掉了，机器呢也都还回去了。没想到过几天之后呢，他们就寄账单来说要我们缴费，我们就很困扰啊，不是说完全免费吗？现在是什么意思？于是我们就打电话去 AT&T 客服。他们就说没有这种2个礼拜免费试用的方案啊，我不知道门市是怎么跟你们说的。如果你们要吵的话呢，去门市，所以门市是骗我们咯。于是我们就跑去我们当初申请的那个门市，没想到那个店员还记得我们。我就跟他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呢，他们就说没有错啊，是有这个方案啊，而且你们在2个礼拜内取消掉，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于是呢，那个门市的人呢，就帮我们打电话去他们总部，要求要帮我们处理。结果呢，我看他打过去也是被踢皮球转了好几个部门，最后呢也是没有达成共识。他就说会不会因为他是员工，所以人家不太想理他？他就跟我们说啊，你们是客户，你们打过去，人家应该会比较愿意处理一点，所以要我们再打过去一次。于是啊，我们就打过去了，结果还是一样被转来转去。最后呢，我们就说要找他们的主管，那个客服不知道为什么打死不帮我们接主管，结果协调了半天，那个客服终于同意取消了我们的账单。我们也再三的跟他确认哦，说是不是我们从此以后再也不欠 AT&T 任何东西了。他就说对，还说你们会收到一个确认的 email。结果等了1个礼拜，我们什么屁都没有收到，所以我们就又打了一通电话过去问。结果他们就说啊，你们这个案子现在在处理中，他们还要讨论，叫我们2个礼拜后再打过去。是还要讨论什么啊？这个有这么困难吗？于是我们在等2个礼拜的时候呢，我们又收到了一张账单，而且金额又增加了。看来他们根本就没有诚意要解决问题嘛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上了一个叫 BBB 的网站，应该是类似消基会的机构啦。我们就去跟他们申诉，看看他们能不能帮忙解决。结果差不多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，我就接到 AT&T 主管打来的电话。他说呢，他们非常抱歉，已经全部都处理好了，我们不需要缴任何费用，也不会再收到任何账单了。唉，真的很生气耶！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去吵，是不是就这样被他们诓了？社会上应该有很多人嫌麻烦，所以鼻子摸一摸就把钱缴了。我想 AT&T 应该也就是这种心态吧，他们想要赌一把，如果客人不吵的话，他们就赚到了。我觉得他们这个根本就是诈骗嘛，他们自己内部沟通政策有问题，却要客户自己承担，哪有这样的啊？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，现在总公司跟门市的人说，我们现在有这个方案，你们给我推出去给客人。结果门市傻傻的推出去之后呢，客人接到账单，发现完全不是当初说的那样。打电话过去询问，总公司说呢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方案咯，所以现在是在哈喽吗？可以这样玩2面手法吗？真的很糟糕欸。我后来上网查了一下，这间公司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抱怨了，他们常常欺骗客户，说一套做一套，保证的事情呢又常常不遵守。所以我在这边奉劝各位在美国或者是要到美国的朋友，如果你要申请网络或者是电话的话，千万不要用 AT&T， 不然吃亏的一定会是你自己。其实我们当初刚到美国的时候呢，是用 AT&T 的。我们之前住的那个房子的区域呢，网速是有比较快的方案。不过后来好像是我们家那个路由器它坏掉，反正就是有问题啦。我们打电话去客服，等了很久不说，接通了之后呢，也是被他们踢来踢去。最后他说3天后会有维修人员去帮你们维修。哇哩嘞的，那我这3天没有网络怎么办？我还要读书写作业做报告。再说现代人没有网络能活吗？
所以我们马上跑去我们现在在用的这家公司 Comcast， 结果他们1天就让我们有网络了，而且价格还跟 AT&T 差不多，客服服务也比 AT&T 优秀太多了。我是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了，反正我们目前还没有跟 Comcast 有不愉快过，跟他们相处也还算是不错啦。他们唯一有问题的呢，就是他们有新客户第1年折扣，第2年就会变贵。其实 AT&T 也是一样的啦。不过 Comcast 如果你不想要被涨价的话呢，可以打电话去跟他们的客服说，看看是不是有新的方案可以降一点网速都可以。反正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 Comcast 的服务还算是不错了。我真的当初是脑子卡到我才会选择再去用 AT&T。其实我也是想说，我在 Berkeley 的时候好像也是用 AT&T， 也没有什么问题，所以应该还好。我是觉得啦，你用 AT&T 没事就没事啦，但一旦有事呢，处理起来很麻烦。最让人吊诡的是，他们 AT&T 的门市除了申请之外，基本上没有办法帮你处理什么事情。有事情呢，他们也只能帮你打电话去客服而已。我们那天去门市的时候呢，就有2、3个客人也是在那边打电话去他们的客服抱怨。相反的 ，Comcast 的门市可以处理很多问题。你申请之后，如果你不需要专人帮你们安装的话呢，他就会直接给你路由器，让你自己回去安装。如果路由器有问题的话呢，可以随时的拿回去跟他们换。这一点 AT&T 真的不行。如果你要自己安装的话呢，他们会从门市那边帮你申请，然后他们的总公司会邮寄路由器给你。他们的门市完全没有这些东西，这说明你申请之后呢，还要等好几天你才会有网路。好啦，经过这次之后呢，我以后再也不碰 AT&T 了，我也不会再跟任何人介绍推荐 AT&T 了。希望看到这部影片的你呢，也可以慎重考虑一下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或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，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一下赞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